欢迎大家收聽厝心客家，我係哈菲，我係泰迪。今本日練習係每日海外客家新聞觀察。我就用客家、老客家檢索台灣以外嘅公開消息。先講明一下，今本日冇查到前途第二即時嘅海外客家新聞，所以練習會盡力記載特定對象嘅海外客家信號。第一則信號來自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嘅親愛友行。公開資料講到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共同推動親愛新疆 UNESCO 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也件事唔係完全定義客家新聞，不過佢和海外華人社群都有相關。在裕福先生嘅親愛傳統裡，五大習慣社群包含功夫、海南客家、福建老潮州。所以，那係兩項選會行入下一步，客家社群未會喺海外華人文化保存裡本人看到。第二則信號來自馬來西亞嘅語言環境。公開資料顯示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係用多種漢語方言，其中包含客話。你提醒我到，海外客家唔係常有回歸老節慶，咪冇把語言樣本保留下來。不過語言保留前難嘅素材，一般係第二台、到第三台。看到書中嘅習慣條錄上嘅，我係後生人哋嘅學校，每題老名內容語言是容易變弱。第三則信號來自北美和加勒比海嘅客家移民社群。按公開資料講到，美國、加拿大、每個地區都有客家後裔和客家社群。在呢個地方，客家嘅重點接上唔係強調，係唔係完全強讓，點都係基於樣板連轉加速老地方。我目珠累累啊，新冠文化發通，加速故事老飲食，老客家身份一台一台接下去。第四則信號係海外新聞檢索本身帶來嘅提醒。我就用英文客家簽詩，接上為英文客家簽詩集中前回文化節來學術研究。不過直接以行義也係客家身份為主角嘅即時新聞，數量還係冇幾多。看到書中嘅新冠條錄上啊，也代表海外客家客體嘅反映地方，也係移民新聞裡。那係因愛做每日海外客家新聞，就愛學外地台新聞裡簽寫線索。新冠條錄上啊，從一場文化遊行裡有客家公會，一張移民報道裡有客家假面。今本日嘅觀察重點就係海外客家真係用冇強樣嘅方式宣傳。上下係遊行，上下係語言，上下係加速記憶，上下係一方面。我哋過後會繼續對照更加即時嘅海外客家新聞。今本日練習就到呢位，我係泰迪，我係哈菲，多謝大家收聽厝心客家，下集再會。